各位乡亲友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拜四，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台南早镇第一公墓边仔昨昏要暗下发生轿车，那亲像是家己去弄着路边的标识，结果全兵车出车祸，消防人员赶紧去救，车顶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两个人送上病院急救，即嘛是一个死亡，一个重伤，重伤的也佫有性命危险。 这台黑色的轿车直接撞到路边的告示牌下，规台兵车，车内物件压到规涂骹，连挡风玻璃也由于弄甲正到来规个落来。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看到车内还有两个人，赶紧想办法，将掉伫咧车内人救出来。是恁囝的哦？对啊。啊，伊是要去倒啊？可能出去佚佗吧。去佚佗。哦，啊嘛唔知讲哪会使啊，讲弄安尼嘛唔知。唔知啊，系啊。 这件严重的车祸是发生伫咧初五尾暗5点外，黑色的轿车伫第20线由新化往玉井方向驶，伫早镇公路里头前，有一个正式弧形弯道，敢若是驶伤紧，车失去控制并且过去弄到路边一个标示贴画，四庄的驾驶加姓林的女性乘客掉伫咧车内，经小型破坏工具10几分钟才把人救出来。困难点是因为现场是翻车，比较我们人员没有一些 抢救的作业空间，所以有利用一些电动油压破坏钳，将人员先将驾驶座的门把它敲开、拉开，然后就把人员把它拖出。不过因为弄甲正吃力，两个人伤势拢正严重，当场无喘气心跳。姓林的女乘客抢救了恢复心跳，救护人员赶紧将两个人拢送病院。疑因肇事车辆车速过快，致撞标志杆，车上驾驶庄男送安南医院急救，乘客女性身份待查。 已送新化分院转成大医院急救。不过，这车顶的一男一女，为什么伫咧公墓附近这个弯道车失去控制并且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怎么警方伫咧调附近的监视器，一个查看车内行车记录器，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真烧热，台北甲花莲高温有机会降悬到38度。同齐来看温度。 这礼拜各地头天气拢真烧热，昨昏上高温是出现伫花莲，是伫昨昏下晡1点10分左右，花莲的温度是降悬到39度1。啊，那今仔日咱全台湾同款真热，除了新竹以外，气象局有针对其他所在全部拢有发布高温的警示。台北甲花莲，阁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 其他所在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那今仔日到拜六天气真热，而且会透西南风，过到了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伫闪方面的东南部，阁有机会透小风，所以乡亲如果有要出门，就要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才袂着雪。气温0变1。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一本经济新闻是报讲。 国际原子能总署已经甲苹果报告当面交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讲日本处理核废水的方式是下国际标准的，所以日本政府即马上紧伫8月份后个月就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大海。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会按算伫今仔日会决定房屋税差别税率2.0方案。 甲顿房税原本的是以县市做单位，即马要扩大到变做以全国做单位，就是讲伫全国各地有一间厝的人，就会互扣着顿房税，税率会对3.6%调悬到4.8%，按算每年实施后年扣税。来关心中国时报，饲料、人力成本拢在起，即马动物收容成本嘛对咧提悬。台北市政府已经对外公告讲，对明仔载开始要调悬台北市动物之家的服务费。主人总共是无要搁饲啊，要甲动物交予动物之家。英国照顾收容费是4800，也毋过即马要提悬到8500。另外，若是有特殊照顾需求的收费，嘛会对即马的1万块提悬到14000。啊，毋过有议员是烦恼讲钱变贵，若是主人规气甲动物放杀，安尼流浪动物会变多。来关心顶日有囡仔挂智慧型的手表啊 ，Hero Watch， 结果这个手表啊，家己烧起来，害这个囡仔去烫着伤。消保官即马是经判讲，应该是旧版的电池出问题。啊，若敢要甲全部这款手表啊，拢回收换新。NCC 是表示，即马爱等调查的结果出来才可讲。因为发生这在意外，即马真侪家长是真惊吓，讲要退货。啊，不过业者表示，这只是个案尔，会当提供免费的检查，也毋过无法度退钱。
会当追踪定位同为做健康监控，就连温度检测嘛拢有。业者推出的儿童智慧手表 Hero Watch 功能多元，消费者真介意。即马所发生家己烧起来造成囡仔受伤，消保官受理消费者申诉了后，业者讲愿意赔偿，但是事故原因研判是手表使用巨型的电池，因为落大雨涉水造成的。如果在下雨天小孩子玩抓水，难免会进去，那进去电池变质的话，可能就有膨胀，可能甚至燃烧的情形。那因为这样，他们在2年前已经免费让消费者能够更换比较安全的电池，这部分防水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些消费者可能没有联络上。出代志的第一台手表本来就风无外码，佮因为用旧电池防水性较差，业者捌免费提供电池旧换新，全台卖出1万支，敢若联络到6000多人。毋过电池无分新旧，全部拢有通过安检。即马 NCC 应讲审验合格是上基本的条件。审验过，它只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审验的当时，它是一个新品，那3年多了，它会有发生一些状况，到底是因为用户的使用行为产生的，还是怎么样，都要了解清楚。产品是毋是有设计不良，是毋是爱调回处分 ？NCC 敢若讲，听候第三方调查结果出来再来讨论。毋过都连港系列原来传出灾情，一直没有办法登录，不知道为什么。密码安怎拍都是无法度入去，也阁有人讲表挂落一直真烧，购买人惊变做下一个受灾户，拢去业者的面册要求退货退钱。这样代表良率上就是会有疑虑，尤其是用在小朋友的手上，其实会担心啦。即使现在检测回来，也会有点担心，就是还适不适合继续戴。我们还是建议确保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是属于发生个案，我们要因为个案而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退货的动作。手表无法度退货，毋过业者讲为了消除用户的疑虑 ，Hero Watch 系列全型号商品免费提供检测甲收送。依照即马的法规，若做无事情，会当证明表的设计有直接的安全危害，要求退钱可能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前有讲，总统可以选调，两岸和平稳定，安尼伊就会甲做兵改登去做4个月就好。也毋过即马有风声讲，美国有专工来关心这件代志。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是表示，关心是一定有的，嘛已经向美国说明。另外有民调指出，侯友宜即马目前调车尾，所以嘛风声讲党内传出有人想要甲换掉。啊，毋过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绝对无可能。2024总统大选讨论兵役问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当选了后要甲兵役役期变做4个月，尾也阁改讲无反对即马的兵役延长1年，引起议论。侯友宜竞班执行长金溥聪亲身背会，讲有做无改变讲法的问题，嘛证实美方确实有询问。美国方面会关心，这是必然的。我们是候选人，我们今天如果是总统，当然一定最大的指导方针就是过去所说的 “no surprise diplomacy”。但今天是在选举，我们不会说美国人要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现阶段我是支持兵役延长1年，在确定两岸稳定之后，就有可能恢复4个月的役期。我的论述不但很清楚，这段时间有人刻意扭曲误解、带风向。不过最近侯友宜民调真低，传出有中常委当地串联要提案换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绝对无可能，绝无可能，也不必炒作。我们全党一定是目标一致，大家要团结努力。天后的新北议长郑金鸿7月下晡嘛亲身伫中常会公布这个代志，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友好的屏东县议长周典伦查某囝中常委周明勇也讲，看报道有淡薄仔硬气，无听过要换的代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提案或是什么换候的目标，我们就唯一下民进党。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因为都没有增加这个公分。郭台铭未来安怎做，大家拢伫注意。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初5受访的时阵讲，郭台铭这1、2天就会决定是毋是要独立参选。侯友宜是应讲，江湖走跳，信用第一。相信郭台铭甲伊同款拢拜关公，重正义嘛重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啊，若
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有导书刊伫《华尔街日报》，伊是提出保卫和平的4大条，强调伊的一气两怀现状。也若目前民调排第2的郭本哲，伊强调讲，民调就亲像股票同款会起起落落。伊讲伊即马需要募款，所以按算办演唱会，一张票要卖8800，希望支持者来买，替伊装钱。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接见外宾，最摆强调的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赖清德初步更加投资《华尔街日报》，讲到家己保卫台海和平的计划，讲蒋水总统会执行保卫和平的4大基条。主要提升台湾的核武力，搁再来是经济安全加建立民主伙伴的关系。第4点是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化领导力，也搁再讲到的捍卫两化现状，并且无排除伫基于互利尊严这条件之下，甲对华来展开对话。那台湾作为面对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那我们也会极力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赖清德争取国际支持，过来是要布局困难的选区，定调宜兰县东部主委陈俊武接替陈后票参选立委，贵人是定调市议员陈文婷，连港受理本国际条件，花莲是提名议会党团总调集张美惠。在这里跟马祖的父老乡亲很恳切的介绍李问，这个年轻人值得你们疼惜。赖清德最近伫这份民调领先，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位居第2，不过行传媒最新民调，敢若差赖清德0.1%，是相当的接近。民调跟股票一样哦，每天高高低低的，都还是一样，把公司治理做好，你知道吗？郭文哲积极争取少年人的支持，更加出奇招，7月29要伫台北举办头一场卖票演唱会，实体门票1张8800块，甲韩团 BLACKPINK 相关嘅相款，渴望引起支持者来抢买。你的那个售票8800块跟韩团一样贵啊！哇，原来其实那个是募款。民众党一直出招，也宣布第2波区域立委名单，定调现任立委区成员参选新北市中和选区，立委赖香玲参选桃园第5选区，另外立委吴欣盈即阵也未确定要选倒一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伊伫今仔日会到中国去访问。那这次抓去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美中两国之间长期沟通的管道。不过，就伫咧这个时间点，中国是对外宣布讲，伊要限制2种半导体原料出口。专家即马是认为，中国有可能是想要摕这原料来当作和美国谈判的本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顶个月拄结束访中，财政部长耶伦续落来会伫初6到初9访问北京。As I said in a speech earlier in the year, as the world's 2 largest econom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work together on global issues. It's something we can do and something the world expects of us. 一个美国财政部官员讲，耶伦即摆会和中国来讨论全球挑战和做伙观察的领域，亲像气候变迁和债务困境这种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表示和中国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并是重大的突破。中国学者讲，双方需要做伙探讨的问题包括人民币换美金的汇率、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加强的关税和科技压制等等。会当注意的是，就伫耶伦来访进前，中国商务部宣布8月初1开始。要限制半导体原材料、镉和钾产品的出口，一般认为讲，这就是为了保护美国。进前和欧洲联手对中国发动科技战，包括限制晶片和相关的设备输出中国。但是北京方问到这，拢回答甲无要无紧。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镉和钾这2种金属，伫咧晶圆制造、通信设备和各项这领域是应用较真侪。全球的来源80%以上都是对中国来的。有研究机构讲，中国这个犯罪手段会对半导体产业随产生连锁效应，特别是高耗能的晶片。但是嘛有人认为讲，会当找到代替的来源，冲击是未够遮严重。美国媒体是讲，这代表北京想要用新措施和美国谈判时阵用。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那美国的白宫不时嘛有观光客会去参观，伫出入口的所在有一个会当放电子产品，也有放民众物件的柜仔。即嘛伫这个柜仔内底竟然发现毒品。
古柯碱到底是哪入去白宫内面呢？美国白宫特勤人员调监视器加访客记录比对查验。Where this was discovered is a heavily traveled area where many White House West Wing, I should be even more specific, West Wing visitors come through this particular area. 总统拜登拄则度假回来，对记者问古柯碱的代志，伊无回应。白宫讲，总统认为彻底调查正重要，一若调查内容是毋是包括有人接受药检，上批的讲会采取任何适当甲有必要的行动，这嘛将伫咧等特勤局的调查结果出来。I just don't have anything more to share. This is in their purview, and so we're going to allow certainly the investigation to continue. 白宫特勤人员是初二礼拜下昼伫咧做例行安检时阵，发现不明的白色的粉，伫排除安全记录了，送去检验，证实是古柯碱。白宫方面无讲量有偌济，迄当阵总统拜登一个会案正伫咧大会营度假，最想是拜登昂某大的行政官舍，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抑个总统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空间。会出入者有政治工作人员、因的人客，抑个媒体记者，是人员出入较接的所在。定礼拜五、拜六礼拜有西上的导览活动，政府官员会当带朋友甲出来人申请西上的导览。非工作人员参观进前，爱甲电子产品、甲其他物品放伫咧置物区。消息人员讲，拜登因的家人一般拢是自东商出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关心以色列去攻击巴勒斯坦，双方上报有13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轻重伤。以色列的城市特拉维夫拜节时嘛发布恐怖攻击，发生恐怖攻击，这是有一个查甫人塞车去弄公车顶，造成8个人轻重伤。落尾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有承认讲，这就是因做的，因是要保护，这是保护以色列的行动。车辆攻击现场，白色的小货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边仔有医护人员塞着担架要甲伤患送去救护车。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测试发生汽车冲撞行路人的事故，一名巴勒斯坦查甫人开车弄入去公车等车停，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重伤。驾驶阁骑刀落车，继续攻击其他人，当场互其他民众开枪大死。这个事故发生的正前一天，以色列才用反恐行动做理由，对巴勒斯坦城市的泽宁展开袭击。当地的人民也嘛受到影响，真侪人死伤。لا في عبوات ولا في صواريخ ولا محل احد بسترزق منه حرقوا لي المحل ملان يعني هذا دمروني بس جايين هو يخربوا الاقتصاد ويخربوا الوضع بس مش لاقيين شيء وين المقاومه مش مقاومه محل مقاومين محل احد WHO 世卫组织表示，巴勒斯坦救护人员和紧急去营地部分地区救重伤的人。这个袭击已经造成包括3名无到18岁儿童，拢总有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更超过14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是30个人重伤。对以色列发生的汽车弄行路人的事故，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承认犯案，跟俄罗死亡的驾驶是英勇，表示这是对以色列袭击泽宁的报复行动。虽然以色列军队在测试暗时用完成任务做理由撤出泽宁，巴勒斯坦民众有关是真生气。نتنياهو شو أخذ؟ ولا شيء ولا كسب حاجة دمر خرب هاي سياسة إسرائيل وهاي دأب إسرائيل من يوم ما قامت خراب قتل دمار لم يصنع السلام يوما من الأيام ولم يفكر بالسلام。英国媒体 BBC 报道，受到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搁伫病院外口向以色列军车牵石头啊，适合发射催泪瓦斯。无国界医生组织嘛破案讲，以色列军队用杀土机沿途破坏真侪道路，互医护人员必须要用行的去救援。公视新闻台是唐平业。俄罗斯的调查记者米拉辛娜拜二的时准备要去车臣共和国采访的时，全互掠去。伊互掠穿，甲拄掉咧，搁互拍甲规身躯全拢是伤，而且手指头啊搁互凹断。捌得到无国界新闻自由奖的俄国调查记者米拉辛娜，面了真侪青色油漆，头毛咁要互剃了。当地时间初四。米拉西娜甲耶鲁斯涅莫夫到俄国南部车臣共和国采访时阵，互罪名武装后面的分子围起拍，那枕头被拍断，规身躯也真侪伤痕。человек, они выкинули таксиста из машины и нас вниз головой, м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вязать руки за спиной, Сашу проткнули, видимо, тогда ткнули ножик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кровь начала течь у него оттуда.
Вот, проехали какое-то расстояние, и машина заглохла. Вот. Они ее не смогли завести, и уже нас затащили там в какой-то овраг и начали избивать.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米拉西娜甲律师当时早点起在占入去车臣的首都格罗兹尼的审判现场。被告是批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的3名流亡者，甲因的老母穆萨耶娃。最终米拉西娜无法参加这场判决，而穆萨耶娃是被判刑5年半。55岁乌克兰籍的高迪亚前总统萨卡西维里被指控在2018年执政期间犯下滥用权力甲隐蔽证据这罪行，正面临上悬6年的徒刑，也过一直否认这指控，因为这是政治迫害。萨卡西维里几礼拜绝食，当地时间初3已经由时讯出席听审会，这摆出现人三甲皮包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为伊讲话，下令驱逐高迪亚自乌克兰大使，当时指节莫斯科想要甲萨卡西维里抬死。公视新闻新竹配编译。镜头来去阿富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打压女性的权益，即马是国加一条禁令。因即马对外公告讲，要求全国的美容院1个月内全部拢爱收起来，袂使阁做生意。为虾米要安尼施做，并无对外说明。阿富汗政府下骹负责执行塔利班伊斯兰教法的机关，抗戦廳屋部。初二雄雄针对妇女美发美容沙龙发布禁令，佮下令要伫1个月内完成。塔利班1996年到2009年掌权期间，也把关美容院，暗过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了后，美容院佮恢复营业。即马这个禁令伫无理由、无任何替代选择的情形之下，佮定来，互阿富汗的妇女感觉到惊甲失望。ما به خاطر یک چند روپیه حلال با پیدا کردنش اینجا آمدیم مکتب سر زنا بند دانشگاه بند هیچ قسم زن در جامعه چه حق زندگی کردن نداره. فکر میکنم دیگه مسجد که بشه باید با خونه بشینم بیکار بی همه چی دیگه رنج میشم مریض میشم. تنها امید من بود که می آمدم اینجا ساعت نتیر بود دیگه با خونه که برو خود من بفهم دیگه تنها باشم دیگه بی از مریض میشم. 2001年，美军撤退塔利班重新掌权了后，美容沙龙虽然照常营业，暗过拢正低调。店门、窗仔全部遮起来，各种用女性外观做广告形象的相片，面部也拢喷彩，或者是用乌影代替。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采访的一个阿富汗妇女指出，塔利班除了只关注妇女的身体以外，看起来无其他政治计划，因想要将女性为公众生活所有领域当中剔除。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国庆日的假期，真侪所在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的地区嘛发生枪击案，一台修理车对当地户外庆祝的人开枪，造成9个人受伤，内底嘛包括2个少年家。要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乌海果腹协议7月17到期啊，除非俄罗斯有同意延长，若无乌克兰的粮食就无法度出口，这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粮食的安全。俄罗斯即马是表示，因的食品出口、肥料出口拢互阻挡，所以因未阁同意延长这个协议去好着乌克兰。继续关心，荷兰拄着有记录以来上强的热天风暴，造成1个人死亡，400个国际航班互取消，铁路的交通嘛是乱糟糟。若伫隔壁德国的西北部，嘛有传出灾情，而且同款是造成1个人死亡。咱台湾和立陶宛有合作，同齐出钱，要伫立陶宛发展半导体产业。不过即马是互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国发会借钱互立陶宛的业者，结果人煞去买中国的原料，咱哪亲像潘啊共款。不过外交部是解释讲，两国同齐出钱，这款合作的模式伫国际上正适常。台湾甲立陶宛深化合作，包括成立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外交的一大突破。双方原来签订半导体合作备忘录，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先指控政府出1000万欧元，差不多3.4亿，无偿提供立陶宛的私人公司台湾半导体技术，认为是开钱背对外交。7月，点名国发会中东欧投资基金会应资立陶宛太阳能业者2.7亿，不过这个公司的原物料是中国的，引起议论。我们不都是要抗中吗？这个糗了。那么，请这个我们审议委员会降低这部分的关切就是
这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所以这家公司呢，它也确实的得到了刚才我所报告800万欧元的融资。欧方美这支空中保台基金颠倒去中国厂商谈去，批评是卖台行为。外交部讲，两国共同促进合作，国际真接款，不是出钱就是卖台。那就第一个，这是完全罔顾商业的现实。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反而影响到我们这个中东欧投资基金未来在开展这个新客户上面的一些限制，那连带也就会影响到我们台商利用这个管道来开创欧洲商机的可能性。立委表示，无论是中国原物料甲材料，拢是全球供应链，唔是看到一块稀土，也是太阳能帮顶管下中国，都代表中国统战。太阳能产业是全球供应链，将来可能原来会由台湾业者来供应出货。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劳动部和观光局为着要改善饭店业者欠工的问题，有甲帮务清洁人员列入去就业方案，有提供补助。也毋过已经推动1个月啊，聘请率敢若6%尔。劳动部是希望讲业者会当降低标准，也毋过业者是希望政府会当开放短期的移工来做在上基本摒扫的服务，因认为安尼才通真正解决欠工。设备拼车入来到旅馆的房间，斟酌7桌啊补充备品。这看起来真简单的房务摒扫，却真欠人做。劳动部就甲旅宿业房务摒扫的人员，抗日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统计符合方案有73间旅馆，362个工课，但发展署推介311个人，业者才请19个，雇用率只6.1%。雇主他们这边反映的意见是说，那主要是这些求职者他们在体能啊、健康条件并不符合。那另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技能跟证照上面也不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我们也要看是说，那是不是这些高年龄层的这些朋友们来做这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来适合他们去做？那我们也要考虑这些负荷量的一些工作。那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工作。旅馆业者讲，针对要找房务摒扫这种工课的人，并无设一寡较悬的标准也是条件，只要体能会使，拢欢迎来面试。根据了解，这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只要是非自愿离职、失业14天以上的特定对象，拢会当申请。只要去网站登记，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的求职者，做完30天就会当领奖励。像一般失业劳工，每个月有6000。一点点重赏。能够来的勇夫有限那还不如说，我们不要这样子彼此互相拖磨干脆引进外籍移工然后让呢我们的柜台员专心做柜台。旅馆业是建议讲，政府上好是开放短期移工来补欠的人力，才会当对得疫后恢复的旅游市场。无干那一个政策问题是歹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也有农委会林务局本地是有打算要甲咱台湾商号关乎日本，来协助日本Okinawa的修理城修复。也毋过，这个活动煞向临时取消。外交部是表示，因为商号要出口有受法律的规定，目前正在处理。吊车载5支ฮิ诺基驶入规罗东文化园区，不过这ฮิ诺基原本是要送予日本的，用来修复有只那世界出名的文化遗产修理城。这是这对乌那国岛坐船来咱台湾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国务贵司嘛，打算讲要来参加仪式说临时法庭的。罗东领馆处只有把这国菜甲炸转去寮仔场，互外界感觉真好闲。活动取消，为什么取消就不知道。这个活动因为主要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主办的，只是说在我们这边借这个场地来使用，所以有关那个活动的进行跟取消是什么原因，可能要直接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才能知道。仪式取消的理由，罗东领馆处讲唔知会煞咧配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构想，办理定书。因为这5支商路拢是对罗东领馆处任责任的人设目。因为修理城伫2019年电线小拍电烧去，目前是咱台湾的商路。国务贵司搁伫2020年来造访台湾的时阵，提出讲希望会当搁用台湾的商路，所以领馆处就提供12支，予对方订日本订5支。但因本案涉及特定林产品出口管制相关法规，未完备申请程序，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将与日方持续协调。这个办批要送予日本的商路，逐支拢有3公尺
少6赫重，总重量是2吨。但是要出口，就需要有检疫，照农委会规定，还佫爱照贵重物的合法提出证明。仪式临时取消，外交部表示讲，因为本人牵涉到特定农产品出口的相关规定，这程序若是要完备，咱的政府甲相关单位会和日本沙咧来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拜二的时，伫台北树林有一个姓潘的驾驶，伊赛车经过中央桥卡的路段，所向阿门土角，就落落来去撼到伊的闸风玻璃。台北市的新港处是表示，因为中央桥的历史真久啊，桥墩的阿门土会放弃，所以即马已经赶紧请厂商来抢修。桥卡的车顶已经倒啊，车嘛伫咧通行，向有一架车停伫咧路中央，袂顶袂动，因为车门一个开开，碎玻璃是规四格，车的头前的玻璃顶悬还佫卡阿木头角，规只车是密密麻麻。那驶这架车姓潘的小姐，到当要是真惊吓。我不确定会不会再有第2块下，如果再有第2块，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在这里讲话啦。国赔是一定要的啊，这个意外不提国赔是要。这个事故发生伫咧台北市树林，姓潘的驾驶车是下晡2点外，驶车要去做工课，经过中央桥桥卡的车路。若要倒弯往延平北路6段，阿摩土角全呢向落落来，撞到这架车。驾驶怀疑桥墩阿摩土含扫落去，即马嘛无排除要提起国赔。警方初步排除是人为所致。前挡风玻璃突然遭中央桥桥墩掉落之水泥块砸中，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本案本分队已依规定受理报案。昨天晚上有请我们的委外厂商先去现场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应该也是就是桥顶比较久的地方，就是底部会有一些掉落的现象。当去到代志发生的现场，涂骹规拢是阿摩土角，桥墩几个所在有明显起角。其实发生这个情形早就已经毋是头一届，过去亲像伫咧中央桥的匝道都捌发生过。养护单位台北市新港处强调讲，拢有做例行性的维护。代志发生了后，市府甲外包厂商嘛有去现场了解，都惊相关的问题无解决，安全问题会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还没有。高雄大南部清川的争议还未解决，民众即马是发现讲，中央为着就这日期的计划，已经把石化管线带伫社区的附近，地点佫将挖学校甲徛街，民众是烦恼会爆炸。嘛，即期市府就还未完成清川的工课，就偷做工程，所以伫昨昏因走去施工的现场抗议，呼吁市府爱要求厂商停工。没有清川，就没有工业管线。大化考核国造石化管线，高雄大南埔清川争议也未解决，民众继续发现社区附近正伫大艺术，正后倒起来并死的管线。工业局甲市府更加准备伫大南埔社区举办工业管线大型灾害防救的演习。这个市府也未完成，清川的作业就先逃走。铺设这么多的管线在民众居住的这个周遭，你真的是当成大林埔已经迁村完毕了吗？初五下晡，原定的工业管线防灾演习虽然取消，民众仍然到现场来抗议，因为电线管线的中林路甲两洪路交接路口边就是凤林国中，另外一边无到100公尺是真侪徛街，石化管线挖伫学校甲徛街，互民众真烦恼，气爆恶棒搁再发生。我惨咧困，我都会惊，遐电视要爆炸，遐爆炸，沿海路会爆炸袂？丰北路会爆炸袂？南新路会爆炸袂？伊管线拢。看人做伙啊！中油公司之管线路径是由高雄港洲际2期起始后即进入临海工业区，未经过市府辖管道路。未来洲际2期相关建设完成后，预计减少能源管线总长度115公里。经发局解释，中油是配合中央推动的高雄港洲际2期的计划，进行新设甲清建能源管线。时间经过合法的申请，完工了后，行经里数甲减载受影响人数也减少将近5成。也无看到管线对社区边经过，民众实无法接受，大发停工。若无有排除进一步包围工程，必须停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万里东海峡拜日下晡，有民众发现一只受伤的吉具靠搭，规身躯全拢是伤，赶紧通报海参馆来抢救。若这种海龟是咱台湾一级保育类的动物，大部分的时间拢伫海底。若这只受伤的吉具送去海参馆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即马当地验尸，了解死亡的原因。继续破水保持淡度，这只海龟的身长差不多是一个大人的身悬，这是靠搭伫屏东的万里洞，民众认出这是正罕咧看的吉具。我看了受伤的部分
就它的壳吧，身上对啊，可是它好像又没有什么壳，都有看到流血。结果伫台湾附近的海域是真罕的看到，高雄叫做是披棘海龟、羊头海龟，伫海龟内面体型上大，特色就是脚只偏无硬壳，规身躯拢互敢若皮共款的皮肤包起来，嘛是创水能力上强的海龟，真少挖过去海岸，但嘛是分布上快的海龟，分作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3种族群。以太平洋上少，嘛受台湾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列作第1级特别绝种的保育类生物。垦管处海生馆这救援团队迄天到了后，虽甲结龟送去海生馆救治，但结龟嘛是伫初5透早6点外死亡。有一些擦伤的现象，然后身体是很虚弱，但是呢，没有办法判断，由外观判断它搁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判断它的死因，就安排了解剖的工作。死亡的结龟身长差不多120公分、135公斤重。海生馆2个兽医检视，发现伊脚只片的壳正边和边啊拢有刺伤，倒肌嘛有空脆，全力抢救嘛是不治，会送去互专家解剖了解死因。海生馆嘛讲，因为结龟拢伫远洋生活，体型嘛真大，若救伤成功会野放，互伊转去家己生活。全台甲打有6条死亡扣打记录，活体的扣打包括1摆拢总2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来关心南回公路超过100公里长，严格沿路宣布半径病院，互人合作超人医生的是超兵医师，为着要守护南回地区民众的健康，又启动南回行动医疗计划。目前这个计划已经进入第2阶段，刷出来会和台东和高雄的医疗机构合作。孙子生病了，阿嬷背着他用跑。在一个山路上面奔跑，跑到可以得到救治的地方。阿嬷跑到了，把孩子放下来，可是孙子已经死在他的背上。用真贴心的故事讲出台东医疗资源的不足。南回公路有100多里长，这个距离已经是为台北到苗栗，但是沿路线无半径病院。那你很久没有出去走一走哦。我自己一个人。死掉就死掉，比较好。基金会拍一支影片，讲出偏乡的医疗资源是真欠缺。当地民众若总爱看诊，就爱到台东市区，车程至少1点钟以上。交通的费用、时间和距离，拢是在地居民上需要的。这个计划主要负责医师表示，看诊的所在无一定伫病院，也可能是病人因兜的房间或者是客厅。另外，伊也讲到对这个计划未来的愿望。我如果这样的模式能够生存呢，其实是可以复制到各个地方啊。我等一下，我们是建立一个独特的经营模式。那如果这个是成功的，那可能其他的偏乡，包括北回地区，也许要有北回的医疗体系。中回也都可能可以复制过去的。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1年台东县有7间病院，其中5间伫台东市区，诊所甲卫生所有157间，100间伫台东市区，敢若13间伫南回4个乡里。这个计划目前已经到第2阶段，会甲台东、高雄的医疗机构合作，支持这个计划，甲更进入去看袂到的所在。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马是休热，有真侪夏令营。台北市的消防局逐年的休热嘛，拢会举办消防体验活动，而且是真抢市，名额一时啊就随风抢了了啊。今年的消防营嘛已经起过啊，带乡亲同齐来看。专业的消防衫穿伫学生的分数顶，看起来是真有班。这是台北市消防局逐年休热拢会举办的消防体验活动，逐年拢有真侪学生啊抢要报名。是台北市真受欢迎夏令营的活动。我觉得很刺激，因为就像玩那个吊绳索一样，就是可以在半空中滑，我觉得蛮好玩的。在打火的时候，前面很紧张，后面也很紧张，所以就是后面的话就会没有压好，前面就射不出去，所以平时就要做好训练。为了让囡仔会当有亲像伫灾害现场的感觉，消防局设计4项体验，亲像拍火。用手啊撩过溪，也是模拟大地动摇来喊去的感觉。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让学生囡仔认捌防灾的知识，
韩不离拄到灾害的时阵，就会当知影安怎应变。我们可以借由营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小朋友知道如何去预防火灾，而且回家之后告诉父母如何去避免火灾的一个发生。火灾、地动、堵水的意外，救灾会拄到的情形是百款。透过消防营，除了让囡仔亲身了解消防人员的工课，更较重要的是让囡仔学到防灾知识。目的是希望这囡仔学习了后，会当成做消防高人或者是消防小英雄。面对灾害会当冷静，会当自救，无得靠嘛会当救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让囡仔会当了解在地历史和故事，嘉义市本土语言辅导团结合嘉义市母语文化学会，即马有出一本台语绘本，要让囡仔认捌大汉的所在。棒球队队员闹咧开场，嘉义市政府甲本土语言辅导团体初5早时发表新的台语绘本《野球之家》，要用故事的方式来绍介嘉义嘉农棒球队的历史。因的梦想就是要去日本考试验，要来去比赛，所以这种坚持的精神，互因坚持到最后，真正尾啊，真正有达到去到这个日本考试验去咧比赛。哦，这就是阮感觉咱会当就这个故事来去鼓励咱的囡仔，希望讲会使带动咱台语。咱的付出，还有咱本土语言的一寡传承甲纪念，所以这本绘本的诞生哦，嘛希望讲，透过这，互大家了解咱家己坎农的历史。这次负责画插画的作者讲，除了棒球队的历史故事，内底嘛有结合在地风俗甲食食，希望囡仔读的时阵会当更较轻松。母语协会表示，囡仔加学习一种语言，就加认捌一种文化，无压力的学习效果才会较好。它不会那么知识化，不会说，我讲一句你学一句，它不是，它就是一个用绘本的一个故事的情节，然后带你进去这个环节，然后就会跟着学习这个语文。你这个语言只要听有会晓讲，其实我讲安尼你就100分啊。讲故事的这种性质来去讲哦，咱的时势听啊，咱的时势伫无压力的这种状况下来去学台语，这是上自然、上好学的。这个绘本除了文字以外，这届还专工邀请学生囡仔用绘本的故事来配音去影片，互读的人唔但会当利用影片学习台语的发音，嘛增加绘本阅读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新感慨，再来咱来看囡仔扮歌戏，这是中华有歌戏剧团，除了认真咧扮戏，嘛拍拼咧团筋来传承文化，去校园内底教囡仔安怎扮歌戏。小朋友对着歌戏演员的口令做动作，学扮戏的身段。歌戏是台湾上兴的传统戏曲之一。为着让囡仔了解歌戏的眉眉角角，中华新好兴总团除了认真扮戏，嘛拍拼咧团筋，用活泼趣味的方式，让囡仔体验歌戏。中午有做迄种俗语，教囡仔讲这个俗语是啥物意思？安尼会当提升因对这歌戏的兴趣。大部分参与度拢是足悬的啊，因为因会感觉足趣味的。你也是讲你甲演出了，甲因讲一大堆，无甲因有迄互动感，因就较无意愿。除了小解歌戏的角色相关的俗语，嘛安排囡仔上台表演，希望少年辈哪听哪学，嘛会当培养因对歌戏的兴趣。唱歌、跳舞还有台语，好玩。我以前跟爸爸妈妈去庙里看过歌仔戏，很好玩，很有趣。一年出一个文状元，10年无出一个戏状元。培养一个歌戏演员是真久长的过程。剧团毋忘透过推广活动，将传统艺术的根传到囡仔的心肝内，让这个台湾本土的戏曲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伫今年的热天，即马已经发生在目镜鲨鱼攻击人的事件。伫美国国庆假期这段期间，福州的海边也阁出现鲨鱼，尤其是惊到赶紧拢爬起来，唔敢阁落水。福州这个海埔伫美国国庆日即天，有真侪来耍水的人，也毋过岸顶的游客向日发现，这只大鲨鱼竟然唔惊游客对游客后壁游过去，浮出海面的鱼势也阁有尾流，看起来是特别惊人。民众大喊惊起来，无想到鲨鱼像是受委共款，伊个外头虽然伫共一片的水域。
did it go? Where did it go? There's somebody still out there. 游玩伫海内底受水的人，后来感觉到山鱼的威胁，那注意食山鱼，那赶紧撤退。加在这摆事件无造成伤亡意外。不过今年对热天以来，全美已经发生16件山鱼攻击人类的事件。镜头转来到四川，画面上，这只辽源妈妈正伫树棵顶面换来换去，敢是伫爬树，也是标记领地。这时阵想要爬上树的细只鸟禽，却是对树顶落来。这对野生的鸟禽，进前伫个绵羊市国家公园内底踅来踅去，厝边高水的模样，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大鸟禽基地工作人员研判，这只细只鸟禽大约是半岁左右。这撮无惊的探险旅行，可能是为着训练伊的无性机能。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保护环境爱追求永续的发展，即马荷兰有企业家连伊的新后事拢有照顾地球永续的发展。这是推出唔免错树啊，唔免错菜有机观察，一个半月就会当互内底微体自动分解，回归大自然。白色的外形看起来真有现代感的设计，这是荷兰生技公司的产品蘑菇观察。这不是夸大的行销广告，为着要保护环境，这么真侪产品拢会考虑到永续，连人死了装尸体的观察也袂当真侪地球的负担。Yeah, so we don't make stuff, we grow stuff. We grow mushroom-based coffin, and we do it from mycelium, which is the root structure of mushrooms, and upcycled hemp fiber. And together we grow them in a mold in only 7 days into a finished product that within the soil biodegrades in only 45 days. 一直拢伫咧关心环境保育，生技公司两位30岁左右的创办人，伫树林内面观察到蘑菇会当帮助奥茶转化做新生命，就想着讲要做环保观察。每一个观察先伫内底层除大野草，虽然确是蘑菇，唔是茶，因为会当挡人的重量。So what we can see here is the root structure of mushrooms, and here we see all the wires that makes the product so naturally strong. 用有限环境的创作方式是这几年的趋势。蘑菇观察是会当生物分解材料，唔免过去做10几年大丛的树啊。如果会当加速尸体分解，避免污染土壤，和蒙阿波附近的生态环境会当得到改善。一那民众若是要用烧的，买当用环保的骨头糊红。So this one is a beautiful combination of a regular urn in which you can put in the ashes, but with a tree on top. So if you put this in the soil, this will biodegrade and enrich nature. 这么一卡蘑菇观察就要995欧元，同款材料的骨头糊红是197欧元。厂商一个月会当生产500个单位的产品，销到欧洲，也甲当地殡葬业者合作，提供民众6个特殊的墓园会当台，和人生的后事会当正环保。公视新闻牛眼编译。那德国是有一间环保科技公司，甲巧克力生产工厂合作，因甲做巧克力做煞了后，剩的这可可豆仔外壳经过高温甲烧做生物炭。联合国就估计讲，未来总共会当好好运用这个技术，即马这生物炭，当年就当减少全世界26亿吨的碳排放。伫咧德国汉堡预备河边的工厂，总是当闻到薄薄的巧克力香味。伫工厂内面，技术人员将可可豆的壳倒入去机器内面，伫无氧的环境下，用摄氏600度的温度加热，可可豆的壳就变做所谓的生物炭。这项技术怎么也是伫咧起步的阶段，也毋过互减碳的目标更加进一步。根据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显示，人类每年产生大约400亿吨的二氧化碳，若是好好运用生物炭，就能抵消其中的20亿吨。而且生物炭怎么也用伫咧肥料。Absorb the CO2, and you produce these stable products. Whereas you place this in the ground, and you have efficiently a carbon sink. So by establishing these carbon sinks, you have prevented CO2 to escape back into the atmosphere. 不过生产这种生物炭的成本其实无俗，一吨差不多要1000欧元，换算代表是33000，所以农民的接受度无悬。因此，环保科技公司甲伊生产的生物炭装在小包装，提供给当地农民买。Humusgehalt im Boden aufbauen können, dass wir mehr Wasser speichern können, mehr Nährstoffe oben den Pflanz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können.
Und das ist ja eigentlich auch der Sinn der Aktivkohle. 这么也只甲生物炭买做做绿色的空气应用伫咧建筑业。生物炭产业联合会是有估，甲2022年比，今年的产量有可能增加要到1倍，达到9万吨。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6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